都是我们塔吉克族的小朋友们。塔吉克族的小朋友们的颜值到底有多高？今天就带你们去看一看。走，好美呀你们像一个洋娃娃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卢菲扎，你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族，你今年几岁啦9岁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古丽尔巴，塔吉克民族，你今年多大啦8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法热娜，你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，今年多大啦7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米格尼，这个民族，今年几岁啦12岁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里坦江，塔吉克民族，你今年多大啦8岁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亚拜克，塔吉克民族，你看他的眼睛特别好看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毛尔丹，塔吉克族，几岁啦7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纳兹亚，塔吉克族，今年几岁8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尼达尔，塔吉克族，今年多大啦几岁啦7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然后曼尼拉姆詹，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民族，今年几岁啦10岁。叫什么名字？卡米拉娜，塔吉克民族，今年几岁9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萨瓦尔江，塔吉克族，你今年多大啦今年10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安扎尔胡加，塔吉克族，今年几岁啦9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埃弗拉因，你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，今年多大啦9岁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埃利拜克，塔吉克，今年多大啦7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迪雷达尔江，你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，今年多大10。10我叫沙尼亚兹，塔吉克民族，今年几岁啦我今年10岁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乃塞比，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，你今年多大啦9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普希尔曼，塔吉克民族，你今年几岁啦8岁。你为什么喜欢这样？因为你害羞呀。你看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伊丽娜兹，塔吉克族，今年几岁啦10岁。你这两个是双胞胎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伊夫，你们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族，你们今年多大啦9岁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普热娜，你是什么民族？塔吉克，今年多大啦8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伊木肉子江，塔吉克族，今年几岁啦12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巴赫塔卡，塔吉克民族，你今年几岁啦9岁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在里诺尔，塔吉克民族，今年几岁啦9岁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们塔吉克族的小朋友们，都是我们祖国未来的花朵。不能分割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出一首赞歌。我歌唱每一座高山，我歌唱每一条河，袅袅炊烟，小小村落，路上一道辙。